大家好，今日咧介紹蒸蛋。蒸蛋咧簡單好食，同埋有營養。首先準備2隻蛋，跟住準備200克嘅水，少許鹽，跟住咧攪勻佢，動作唔使太大，咁就唔會太多泡泡啦。見到有少少泡泡仔咁樣，跟住咧可以用匙羹咧撥走啲泡泡。跟住再倒落隻碟度，唔需要過濾。蒸蛋，水滾，轉細火，跟住再揾隻碟吸住佢。如果唔吸住呢，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倒汗水，有機會跌落嚟。穩陣啲吸住佢，咁樣呢，蒸出嚟啲蛋呢就會比較嫩滑啲咯。啲蛋細火蒸10分鐘，跟住再熄火焗佢2分鐘。好啦，美味嘅蒸蛋就完成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啊！如果諗唔到食咩餸，咁咪蒸隻蛋食下咯。簡單好味有營養，係咪先？調少少味落去，少少生抽，少少油。好啦，今日呢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，下次見。